大小事 Cass 話你知，歡迎返嚟每個星期一次嘅 Cass 智慧生活放鬆節目，我係主持人 Lily Chan 啊，大家好。每集節目 Cass 都會為大家搜羅最新嘅市場資訊，令你緊貼各類社區新知，活得更加精明。咁根據澳洲統計局喺2023年最新嘅數字咧，顯示咗有40%嘅人咧係曾經患有唔同程度上嘅精神疾病，尤其是係年青人啊，佢嘅數字咧亦都上升咗唔少。咁其實精神健康咧係一個人嘅心理啦、情感幸福嘅狀態，包括感受啊、思想同埋關係嘅。咁其實精神健康咧，亦都會影響咗我哋嘅思考啊、情緒同埋行為模式。咁亦都包括咗處理壓力啊，同埋社交等等。簡單講咧，就係直接影響咗大家嘅生活。咁而我哋本身係好關注心理健康問題，或者你嘅屋企人咧係需要尋求一啲解決嘅方案咧，今集節目你就千祈唔好錯過啦！我哋今集節目咧就請嚟 Cass 華人服務社 Community Social Support Service 嘅 Counselor Vicky 許姑娘咧，為我哋分享一下點樣保持心理健康，同埋咧點樣去處理一啲嘅精神障礙問題嘅。Vicky 歡迎你，大家好。Vicky 啊，我知道咧你係一位 Counselor 啦，咁咧你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喺華人服務社嘅工作咧？好嘅 Lily，我係一位心理諮詢師啦，亦都係講心理輔導員啦，亦即係英文講嘅 counselor 啦。咁我喺華人服務社嘅社區支援服務部裏邊工作嘅，咁主要嘅工作咧係參與心理健康嘅服務同埋項目啦，包括咗我哋2021年11月成立嘅中文嘅心理熱線 H-Line 訴心事熱線嘅工作啦，同埋仲有係今年4月份開始咧，我哋華人服務社啦同 Lifeline 生命線合作提供嘅中文嘅訴心事傾訴服務嘅。咁咧啱啱喺過去嘅10月咧，其實咧就係澳洲嘅心理健康月啦。我亦都係負責組織、主持同埋做一啲咧心理健康主題嘅活動啦，同社區宣傳心理健康嘅重要性啦。咁另外咧，我仲有參與咧華人服務社同政府啊、大學啊一啲主流機構合作嘅心理健康研究項目。話 Vicky 嘅工作咧真係好有意思啊！趁住呢個機會咧，都想請教下關於一啲精神健康嘅問題啦。咁嗱，其實咧我喺澳洲統計局咧都見到一啲數字咧，都發覺原來有成42.9% 嘅人咧都曾經經歷過唔同程度嘅精神嘅疾病。咁作為一位 counselor，你會唔會覺得咧呢個數字咧反映咗有嚴重咗嘅精神健康問題，同埋咧亦都會唔會話有邊一類嘅人士係比較高危咧？呢個數字咧其實係反映咗咧有心理健康問題嘅普遍性，就好似我哋大部分人啦都有可能有過或者係有身體方面嘅問題咯。咁心理問題咧其實咧亦都係好普遍嘅，但係咧大家唔使擔心，大部分咧其實有精神疾病嘅人咧都係輕微或者係中等嘅程度嘅。咁屬於真正嚴重嘅精神疾病啊，就比如話好似我哋之前所講嘅精神分裂啊，我哋而家叫思覺失調啊，或者係雙向情緒病啊、躁鬱症啊，呢啲咧係好少數嘅一部分。喺澳洲嘅比例大概咧就係有0.5%嘅成年人啦會有呢啲嚴重嘅精神疾病嘅。咁而且咧大家咧要知道啊，精神疾病咧係可以治療同埋控制嘅，而且咧係越早發現、越早干預治療咧，呢個病情就會越容易控制。咁如果延遲治療咧，當然就會令呢個康復更加困難啦，病情加重啦，對正常嘅生活會有更加嚴重嘅影響啦。但好可惜嘅咧，就喺澳洲咧，有精神疾病嘅人當中咧，只有大概45%嘅人咧係有去尋求專業嘅協助嘅啫。咁講到邊一類人士會比較有呢個高危啦嚇。咁精神疾病咧，雖然我哋到目前為止咧未確定係乜嘢原因造成，但係咧我哋知道咧係會有一啲相關嘅風險因素㗎，包括咗環境嘅因素啦、基因遺傳嘅因素啦、疾病嘅因素啦、個人經歷嘅因素等等嘅。咁所以咧即係話有呢個家族精神疾病史嘅人，或者有過童年不幸經歷嘅人，又或者長期處於壓力當中嘅人，都會有更高嘅機會可能會有精神疾病。但係大家記住咧，呢啲係相關嘅因素，而唔係因果嘅關係。意思即係話咧，有呢啲特點咧，唔代表咧你就係會有呢個精神疾病嘅。而且咧就係話造成呢啲疾病咧，我哋唔一定係單一個原因嘅，而係有時係好多嘅因素一齊造成嘅。
原來係咁嘅。哇！今日 Vicky 講完咧，我先知道原來咧係有咁多個因素喺裏邊嘅。嗱，咁其實咧心理嘅疾病咧亦都好廣泛啦。通常咧，你日常之中咧會遇到比較多係邊一類型嘅問題咧？咁咧最近嘅調查顯示咧，喺澳洲16至85歲嘅人群當中咧，其實最高比例嘅咧就係焦慮抑鬱啦。咁咧分別係17.2%啦，同4.9%嘅。咁咧另外咧就係由呢個澳洲嘅衛生部出資嘅一項針對澳洲多元文化社區嘅心理健康研究咧，我哋環服務社咧其實2年前咧亦都係有份參與對於悉尼華人群體嘅研究。咁呢個調查裏邊咧，亦都發覺咧，華人社區當中咧，呢個焦慮抑鬱亦都係好普遍嘅，尤其喺年輕人當中係最普遍嘅。咁咧，我喺我嘅工作當中咧，遇到嘅最常見嘅咧，其實亦都包括咗呢兩群體嘅。我哋講嘅焦慮抑鬱嘅情緒咧，可能每一個人喺佢哋嘅一生當中都會經歷過嘅，但係咧唔代表就去到焦慮或者抑鬱症嘅呢個程度。要去到確診呢個病症咧，其實需要睇你呢個焦慮抑鬱嘅持續嘅時間啦，同埋程度㗎。如果譬如話只係學生考試之前嘅焦慮啦，或者係有親人離世，咁有一段比較低落嘅情緒嘅時期咧，唔一定就代表你有焦慮症或者係抑鬱症。咁具體係咪去到呢個程度咧？如果有朋友擔心自己或者屋企人朋友有咁情況咧，係建議大家去揾專業嘅人士做評估㗎，譬如 GP 啊、精神科醫生啊、心理專家等等。你真係講得好啱啊！咁有陣時可能一時三刻嗰啲情緒低落，就未必係納入一個精神嘅問題裏邊啦。咁但係咧有一點我又好唔明，我成日覺得今時今日咧年青人其實係好幸福嘅。咁但係咧同啲數字裏邊我又見到咧，原來16至24歲之間嘅年青人咧都有成30幾個%咧，曾經喺12個月之內咧都患有一啲嘅唔同程度嘅精神疾病啦。咁其實點解呢個階段嘅年青人咧會有咁多精神健康嘅問題，同埋有啲咩地方要值得關注咧？Lily，你講得啱啊！其實咧就係有一個大型嘅研究咧，就指出咧有精神疾病嘅人群當中咧，其實有一半嘅人咧喺18歲前就會有第一次嘅呢個精神疾病嘅發作嘅。咁而60%嘅咧就會喺25歲之前嘅。咁所以家長同埋社區其實都需要特別注意青少年到呢個成年初期嘅呢種心理狀態嘅。有時候因為呢個精神疾病啦，同埋青少年呢個時期嘅啲特徵咧係有啲相似嘅，咁所以咧就會令家長誤會以為佢哋個仔女冇問題，咁嗰段時間咧就會好返㗎啦咁樣，咁亦都可能誤解以為咧精神疾病只會從成年先開始有，就會忽略同埋延遲咗介入同治療。點解青春期會係咁樣咧？係咪？好似係一個精神疾病比較高發嘅年齡啊噃。咁咧其實反映咗咧青年人咧喺邁向呢個心智成熟嘅成人階段嘅過程，其實亦都係一個身心脆弱嘅時期嚟嘅，因為當中咧會經歷嚟自生理啊各方面啊情感啊等等嘅變化啦。咁佢哋荷爾蒙嘅改變，其實亦都會令到佢哋咧容易有極端嘅情緒問題。咁喺呢個時期咧，可能佢哋都會開始要建立同維持一啲親密嘅關係啦，所以都會好注意自己嘅外觀啊，或者係想控制飲食啦，咁就有可能咧會增加抑鬱、焦慮、厭食症嘅機會。咁如果呢個時候屋企人或者佢哋自己對佢哋自己嘅學業有過高嘅要求啦，亦都有可能會令青少年有好大嘅壓力啦咁樣。咁而且咧青少年期咧發生嘅一啲轉變咧，同呢個精神疾病嘅呢個症狀亦都類似㗎。比如咧就話唔願意同人哋接觸交往啦。咁呢種社交退縮嘅行為咧，其實都係好多精神疾病嘅症狀嚟嘅。咁如果一個年輕人少咗同屋企人相處嘅時間，係為咗同朋友更多嘅時間一齊啦，咁呢個係成長過程當中嘅正常現象嚟嘅。但係當我哋發現，如果佢同所有嘅人都唔願意接觸咧，咁就需要關注啦。咁所以咧喺呢個時期咧，其實可能家長啊或者社媒啊都會多留意年輕人有一啲變化啦，同埋有冇啲異常嘅行為啦。同佢哋內心溝通啦，令佢哋知道我哋係關心佢哋嘅，唔係指責啦，或者係評判佢哋嘅行為啦。咁如果作為家長或者係朋友係擔心佢哋嘅行為，咁咧其實係可以建議佢哋去尋找專業人士嘅幫助。
阿 Vicky 分析得好全面啊！我終於明白咧點解咁多年青人咧都可能會有一個焦慮啊或者憂鬱嘅問題。咁我都知道咧，其實咧都有唔同嘅政府資源啦，可以幫到有需要嘅朋友嘅。咁其實如果當發現自己有呢個問題，咁可以喺邊度揾到資源？而亦都有冇話需要符合一啲咩資格先可以申請嘅咧？係啊，Lily，作為澳洲嘅居民啊，一般咧可以先去睇 GP 啦。咁咧由 GP 呢個家庭醫生評你，如果真係診斷出有心理健康問題，比如我哋所講嘅呢啲常見嘅焦慮、抑鬱症啦，咁 GP 咧佢可以制定一個心理健康計劃 （mental health plan），咁咧並且係推介你去睇相關嘅一啲心理方面嘅專業人士，可以允許你咧每年咧去睇10次呢啲心理專家，有呢個機會。咁呢10次嘅費用咧係有政府嘅補助嘅，但係咧當然啦，每一個專家收嘅費用唔一樣啦。咁所以咧最終你自己要俾幾多錢咧，都係因應你睇嘅專家而定嘅。咁呢個咧就係睇呢個心理專家 psychologist 同埋精神科醫生 psychiatrist 嘅程序。咁但係如果你想見心理輔導員、心理諮詢師，好似我一樣咁樣嘅專業人員咧，其實咧都可以直接聯繫我哋嘅，唔需要 GP 推介。咁但係我哋嘅費用咧係冇政府嘅補助。但係咧，對於有私人醫療保險嘅客戶啦，有啲心理諮詢師嘅費用咧，客戶係可以向保險公司報銷部分嘅費用嘅。哦，原來有咁樣嘅資源啊！我諗即係今日咧，好多朋友都長知識啊！咁既然咧有咗咁嘅資源咧，都希望幫到大家啦，咁提高居民嘅生活質量。我非常同意啊！我覺得咧，其實真係喺社區上咧係有好多嘢都可以做得到，去幫助有需要嘅人嘅。咁但係咧好多時咧，往往咧有心理健康問題嘅朋友咧，都會感覺到唔好意思啊，又或者怕醜啊去求助嘅。咁其實咧，你有咩建議俾佢哋？點樣開展佢嘅第一步咧？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問題。我覺得感覺羞恥咧，首先我覺得係因為對心理健康問題其實係唔了解啦，同埋有誤解咯。咁所以咧，增加大眾對心理健康嘅正確嘅了解咧，係好重要嘅一個途徑咯。咁呢個咧其實係需要成個社會，包括政府啦、各個機構啦、社區裏邊所有嘅人啦，包括你啦、Lily啦同埋我啦嘅共同嘅努力嘅。其實咧，我覺得要正向面對啦，同埋鼓勵求助啦，呢個係真係好重要嘅。咁加上有社區嘅資源協助咧，咁就真係可以大家共建一個精神健康嘅和諧社區啦。咁不如同大家講下啦，CAS 華人服務社其實可以提供一啲咩類型嘅服務咧？我哋 CAS 咧嘅社區心理健康支持服務咧，其實包括咗我之前提到過嘅免費嘅中文訴心事熱線啦，同埋同 Lifeline 合作嘅面對面嘅中文訴心事服務嘅。咁呢兩個服務咧，其實都係為社區人士提供情感支持啦，傾聽佢哋嘅困擾啦，亦都為佢哋提供有關心理健康嘅資源啦，同埋服務機構嘅信息咧，幫助公眾提供心理健康嘅意識啦。咁我哋服務嘅對象其實係包括所有喺澳洲需要心理支持嘅華人朋友㗎。無論你係學生啦、職場人士啦、家庭主婦啦，無論你自己係有緊張焦慮嘅情緒啦，有事情係令你有心理困擾啦，甚至係有確診心理疾病嘅朋友咧，例如抑鬱症啊、焦慮症啊，或者你只係家庭成員，你希望了解點樣支持有心理問題嘅屋企人同朋友咯，都好歡迎你哋使用我哋嘅熱線或者係面對面嘅服務嘅。我哋嘅服務咧係希望提高大家嘅心理健康意識，通過提供信息同埋教育，幫助公眾了解心理健康嘅重要性啦，減少對心理疾病嘅污名化啦，提供及時嘅支持啦。咁為面臨心理危機嘅人咧，可以提供及時嘅幫助或者轉介嘅。咁喺呢度咧，亦都同大家講啦，我哋嘅中文訴心事熱線嘅電話咧係02-9063-8888，02-9063-8888，係可以選擇普通話或者粵語嘅服務㗎。我哋嘅服務時間咧係每個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上晝嘅10點到下晝嘅2點，節假日除外。咁我哋同 Lifeline 生命線合作嘅面對面嘅中文訴心事傾訴服務嘅時間咧，係每個星期一嘅中午12點到3點，喺 Chatswood 嘅圖書館；每個星期四下晝2點到5點，喺 Hornsby 嘅圖書館。咁所有呢啲服務嘅語言咧，都係普通話同埋粵語啦。咁服務都係免費，而且係無需預約嘅。
個 CAS 嘅服務真係好貼心啦，連呢個唔同嘅方面咧都會幫我哋考慮埋啊。咁嗱，其實我都見到坊間咧都有同類型一啲關於精神健康嘅服務啦。咁其實我又想問下咧，咁其他機構同 CAS 嘅服務其實比較起上嚟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咧？咁喺呢度我主要講就係話提供華人心理健康服務呢方面嘅比較啦。我哋會有我哋嘅特點同優勢啦。因為我哋嘅服務對象好明確，就係喺澳洲講中文嘅華人啦。咁我哋嘅機構咧喺華人社區嘅知名度啦，都會令使用服務嘅華人朋友可能更加容易對我哋建立信任嘅關係啦。咁我哋嘅心理健康服務團隊咧都係華人啦，嚟自相同嘅文化背景咯，可能亦都會令求助者咧唔會有語言障礙啦，更容易表達自己嘅情感同埋問題啦，願意分享個人嘅問題同經歷㗎。咁除咗語言之外咧，咁華人嘅團隊當然係會好了解華人嘅文化背景啦，同埋佢哋嘅傳統啦。咁比如話對仔女嘅學業上面嘅期望啊，老人同成年仔女同住方面嘅話題啊，都會更加容易被理解。而且咧，我哋對提供呢啲服務嘅義工進行嘅培訓咧，都會針對華人常見嘅問題進行嘅。咁咧就會令到我哋嘅服務咧就會更加好咁樣針對華人嘅需要啦。再加上咧，我哋嘅管理團隊啦，其實亦都係華人啦，咁所以咧喺推出適合華人社區服務方面咧，領導層都有咁樣支持同埋理解，亦都可以俾出一啲好有用嘅建議啦，去更加好咁完善呢啲服務嘅。咁呢個就喺文化敏感性方面啦。咁對於喺心理健康方面嘅認知咧，因為由於華人文化嘅影響啦，華人社區對心理健康嘅認知可能都會存在自己文化當中嘅一啲偏見同誤解嘅。咁華人服務社咧係了解華人自己嘅文化啦，而且我哋都有參與一啲相關嘅研究，所以咧就可以進行相對應嘅教育同埋宣傳，幫助華人去消除呢啲偏見嘅。比如咧，我之前提到嘅2年前我哋對於喺悉尼嘅華人群體嘅研究發現咧，華人嘅精神健康方面咧最顯著嘅一啲風險因素咧，其實係嚟源於呢個家庭關係，同埋大家對心理健康嘅污名化，即係咧有精神健康問題嘅人咧會自我責備嘅，同埋會因為面子問題咧係會驚尋求幫助，而且呢種情況咧喺老年人當中咧佢會更加顯著，所以我哋知道咗呢啲咧喺我哋嘅服務提供嘅時候咧，我會更加注意呢方面嘅。咁所以總嘅嚟講咧，就係 CAS 咧喺對華人提供心理健康服務方面咧，係可以做到提供適合華人文化嘅服務啦。因為我哋了解佢哋對心理健康嘅認知同埋需要。冇錯，同聲同氣真係好重要嘅。我相信 CAS 華人服務社嘅服務咧，一定都幫到唔少嘅朋友，無論係年青人啦、老人家啦，都應該可以咧係從佢哋嘅問題同埋個背景入手，幫到佢哋嘅。我知道咧 Vicky 咧其實都處理好多唔同嘅個案啦。咁你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啲個案咧，就係通常咧係咩類型嘅朋友會用到華人服務社嘅服務啦，同埋適合啲咩人啦，同埋咧同朋友傾偈，同使用華人服務社嘅服務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咧？喺我哋嘅服務當中咧，其實我哋發現咧孤獨啦、壓力啦、人際關係，特別係家庭矛盾咧，係會係使用我哋服務嘅一啲好主要嘅原因嘅。咁我而家提到嘅呢啲咧，並唔係某個使用我哋服務嘅個案啦，但係我會將呢3種類型嘅問題作一個簡單嘅描述啦。就比如就話，如果你感覺孤獨啦，喺屋企同埋工作生活當中，你覺得冇人可以傾訴，又或者你覺得你同你嘅老公啦或者老婆啦，因為仔女教育嘅問題或者生活方式嘅問題有好大嘅分歧，溝通之後都解決唔到呢個分歧，咁你就覺得好無助、好焦慮。又或者你今日咧又啱因為呢啲咧分歧咧嘈交啦，又或者你係啱換咗新嘅工作，為咗適應新嘅工作，經常做嘢做到好夜啦，又啱結婚買咗屋，又要開始供樓啦，應付呢啲壓力，覺得身心好疲累。返到屋企覺得屋企人都冇諒解自己喎，做嫌自己冇更多時間陪佢哋啦。咁喺所有呢啲情況之下，其實都可以使用我哋嘅熱線或者係面對面嘅服務㗎。咁你問到就話呢啲服務其實適用啲咩人啊？因為我哋呢啲服務咧，其實佢唔係直接等同於心理諮詢啦。咁所以咧，佢係更加適用於更加廣闊嘅人群嘅。因為咧，即使你唔係有好嚴重嘅心理問題，都可以使用呢啲服務。就比如我頭先提到嘅呢3個例子。
咁相當於咧喺呢個時候咧係幫你自己預防情況變得更嚴峻。但係咧，佢又適用於即使有精神疾病確診嘅朋友嘅，因為咧喺使用我哋嘅熱線啦、面對面服務當中咧，其實都有一部分呢啲朋友嘅，佢哋對我哋嘅服務嘅反饋意見都係積極嘅，因為覺得我哋嘅服務咧有固定嘅時間啦，所以可以令到佢哋咧有需要使用呢啲服務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去打電話或者見我哋啦。但係如果佢要去見專業嘅人士咧，可能需要等待一段時間，唔係想見就即刻可以見嘅。咁接住落嚟，你提到另外一個問題啦，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啦，就係話咁呢啲傾訴服務其實同我同屋企人有講有啲咩唔同咧，係咪？咁首先我想講嘅就話，我哋嘅屋企人朋友咧，唔一定其實有固定嘅時間喺度等住你嚟聽你講你嘅事啦。第二咧就係話，即使咧佢哋係出於好意啦，但係咧對於頭先我提到嘅好似夫妻之間嘅矛盾啦、職場家庭上壓力嘅情形啦，朋友有時嘅回應可能就會話：都唔係咩大問題嘅，好多人都係咁噶啦，你唔使擔心嘅，慢慢就會好噶啦咁樣。咁雖然呢啲係出於好心嘅安慰啦，但係好多時候可能其實唔係好有用嘅。又或者佢哋立即就會俾意見俾你嘅，覺得嗱你應該咁，或者你應該咁，係咪？咁但係有時候佢哋提出嘅呢啲嘢，或者其實我哋都已經試過。係啊，好多時聽到咧就話睇開啲啦咁樣，咁即係點咧？係啦，冇錯啦，所以係好似似乎有啲無效嘅安慰。冇錯。而我哋 CAST 提供嘅呢啲心理支持服務咧，我哋注重嘅係專業性啦，同埋保密性。提供服務嘅義工其實係經過專業培訓，專門去做呢啲心理支持服務㗎。所以咧，我哋會知道點樣更加好嘅聆聽你嘅，唔係一開始咧就企喺我哋自己嘅角度去評論同埋俾意見。唔會先入為主，覺得你應該咁樣，你唔應該咁樣，而係咧同你一齊咧，用通過問問題啊、對話嘅方式咧，去令到你可以從更加多唔同嘅角度去睇你遇到嘅問題咧。咁通過咁樣咧，會令你更加清楚你內心嘅諗法嘅，然後咧再去選擇下你覺得對你有用嘅方法去面對同埋解決呢啲問題。我知道人喺遇到問題嘅時候咧，其實好想要一個答案嘅。希望有一個人可以話俾你聽點樣去做，但係其實咧好多時候呢個答案就喺你自己嘅心裏面，冇其他嘅人可以代替我哋去回答我哋自己嘅問題，因為其他人嘅諗法唔代表係我哋自己嘅諗法同感受。我哋需要做嘅係發現自己嘅內心諗法同埋感受，咁而使用我哋嘅服務，通過同我哋受過專業訓練嘅義工嘅交談，就係為咗幫你達到呢個目的，亦即係話可以令到你自己更清晰自己嘅諗法，同埋從一啲唔同嘅新嘅角度去思考呢啲問題。呢個係我哋嘅服務可以做到，而未受過專業訓練嘅屋企人或者朋友唔一定可以做得到。除此之外，我仲想再囉嗦講一句咧，就係話遇到有啲求助者如果需要法律啊、福利啊、維權等等嘅信息咧，我哋亦都可以喺服務裏邊提供相關嘅資訊嘅。咁而且我哋嘅服務係匿名㗎啦。咁對於有啲朋友佢同屋企人難以啟齒嘅問題咧，就可以放心咁同我哋講啦。咁我哋嘅服務咧，其實亦都得到好多嘅反饋意見啦，就話俾我哋聽啦。呢啲使用我哋服務嘅朋友咧，其實真係好需要我哋嘅服務嘅，因為我哋服務係幫到佢啦，令到佢哋有一個安全嘅地方去傾訴啦。咁所以亦都係因為咁樣啦，因應社區嘅需求咧，我哋嘅熱線服務咧，其實亦都係從一開始每星期2日咧，增加到而家每星期嘅3日嘅。除咗星期1、星期2咧，星期日其實都係明眼工作開放，就係希望咧有啲平時上班嘅華人朋友啦，週末其實都可以有機會撥打我哋嘅熱線嘅。咁而且我哋面對面嘅服務咧，亦都係有咗更加多嚟使用我哋服務嘅社區人士啦，而且亦都係包括好多唔同年齡段嘅華人朋友嘅。今日咧真係好多謝 Vicky 嘅分享嘅，你唔講咧都唔知道原來華人服務社咧涵蓋咁有用同埋咁廣泛嘅服務啊！咁希望呢啲資訊咧能夠幫到有需要嘅朋友啦。咁加上咧 CAST 一系列專業、保密而且又貼心嘅服務咧，相信為大家咧可以解決到唔同類型或者唔同
程度嘅精神健康問題。希望你哋咧大家都好好咁樣享受未來嘅健康生活啦。咁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咧，可以到我哋嘅網站 www.cass.org.au。咁多謝大家收聽，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再見，希望下次有機會再同大家傾，拜拜。